如果你願意掹走你 Matrix 裏邊嗰個插頭嘅時候，覺醒成為一個真正嘅神像君王嘅話，我依家就會俾3把鎖匙你。呢3把鎖匙係建基於我哋 Man of Fuck Up 嘅核心哲學，就係絕對嘅皇權，我哋嘅 absolute sovereignty 啦。一個擁有絕對皇權嘅男人，佢嘅世界係由佢自己定義，佢唔再需要去拯救任何人，佢只會篩選夠資格進入佢帝國嘅人嘅啫。當你用絕對皇權去粉碎呢個經驗豐富女性嘅陷阱，你將會迎嚟3重嘅享受。第一把鎖匙，即係第一重享受，就係重塑極致嘅性極性同埋不可撼動嘅框架。當你睇穿咗佢嗰一套由渣男身上學翻嚟嘅推拉同埋煤氣燈效應嘅話，你嘅反應就唔再係焦慮，而係冷漠嘅嘲笑。當佢試圖用情緒去勒索你，你唔會再去氹佢，你會直接展示你嘅絕對皇權。我嘅世界有我嘅規則，你嘅情緒遊戲留翻晒俾你啲 X 或者以後將來嗰啲 beta 戇鳩啦。喺我度一係服從一係死開，呢一種極致嘅非黑球性嘅自信，即係 non-needy 嘅 confidence 咧，呢種完全唔受佢操縱嘅強大框架，會瞬間擊潰佢、擊碎佢嘅馬基亞維利嘅面具，佢會震驚，然後佢嘅適應腦就會開始意識得到，哇！眼前呢一個男人比以前曾經傷害過佢嘅所有男人都更加強大，更加神聖不可侵犯。你唔需要用渣男嘅招數對付翻佢嘅，你只需要展示出你對自己生命嘅絕對掌控，呢種真實嘅強大就會產生致命嘅性吸引力啦。你唔再係佢嘅獵物，你成為咗佢必須仰望嘅神明。